应该是会来使开一个房间咧。好，台文通讯的连接先来甲打起来。咪差不多，搁一圈啊。安尼嘛好啦，两早5分钟开后，两早5分钟开，毋好无小心搁去试一个对别位去，搁1-2分钟啊一个，先甲一寡会使分享的、查名的，也是啥物货的，搭来切论。查名也是查台语，找台语，一直到今嘛是拢逐不是有咧用的，因为人讲的嘛，食甲老，学甲老啦。咧顶头的连结是台文通讯，连咪要来读第8期后壁的部分，昨无小心读到第5页就知影，敢若无小心甲关起来，嘿嘿，真歹势。所以咧，连咪后壁应该搁3页，所以原则上应该是免半点钟就读得完啊啦。若讲有人要开讲的，还是要分享的，还是意见要交流的，拢听好来做伙参考。搁1-2分钟，我要将迄个找台语甲迄个叫做要查汉字名字的部分来互大家罔参考。OK， 即马即个是迄个做啥？即个是查名字的。读我的名 ，OK， 教育部的读我的名，然后搁一个是找台语，学任何一种语言，应该是逐不时爱去查词典啦。较久以早，若咧学英语现纸本的，即摆嘛拢有线顶的啊，有线顶的，真方便，拢足好势啊。找台语，伊即个找台语是白话字啦，所以好，供参考。差不多应该到未1分钟，若有使的话，来看卖啊一个台文通讯第8期，昨读到第5页煞，今日来读后壁6、7、8，搁咧教你好，迄个社朋友你好，有兴趣线顶伊顶悬一个连结，听好掠来看卖啊。台文通讯第8期第6页，倒手边则是语文动态。台湾研究基金会伫2月初8到初10，伫木沙大川山庄举办台湾族群关系研究会。交通大学台湾研究社要伫2月初10、11、12共3天举办台湾文化营。中兴大学台湾研究社也有举办关系研究台湾的冬令营。中华航空公司伫空服员训练课程中增加台语的对话、广播用词等2款台语课程。这2款课程拢用汉罗的书面语做教材。台湾圣经公会最近要推出用汉罗写的启应文，吴秀丽小姐编著的
是用汉字、台语读音。近期中要交由自立报系出版。这本册内容收集常用汉字的文读音、白话音、高普仔音，以及收集台湾话书面语、汉字用字表。简上人发行田园乐府的乐顺，收编台湾本土民谣。台北敦化北路238巷6弄1号3楼。单手主编的台湾话大词典，经过10几年的努力，最近已经由挽流出版，2080页汉字白话字对照，一本1800块的大票。北美的读者会使向本通信来购买。杨清出的国台双语词典，2月底将由敦理出版社台北罗斯福路4段52巷11号6楼。邮票号码0465595941，每一本1800块，大约1500页。附台语拼音的录音带，用注音符号拼音。为着要调整台湾通信发行甲版面的处理的方式，本通信最近准备要做读者的意见调查，欢迎读者做伙来设计意见的调查表。OK， 这是一期的语文动态。所来第6页的正手边，孝女的愿望，这是对迄个方向杂志所取材过来，作者是阿芬姊啊。美珠小姐虽然真了解老母的疼，但是对老母表现母疼的方式，感觉真疑问啊。亲像讲，食饭的时，老母总是家己食脏的凊饭，捡囡仔食剩的菜，佮时常讲爱食的毋食，爱穿的毋穿，甲恁饲大汉。美国的想法是，老母也是人。应该享受人的价值，老母完全袂记得家己的精神。囡仔感觉艰苦心，安尼牺牲家己的享受，囡仔绝对袂当感觉一丝仔欢喜甲幸福。这款想法若直接甲老母讲，佫惊会伤着老人的心。米国就想着用读者投书的方式来表达心声。几日后，某一个报纸刊出一篇用假名所写的读者投书，安尼写：老母欠长内度，拢是望互囝儿了解，但是即款的自我刻苦的古早作风，却袂互囡仔感觉家己是生活伫一个幸福的乐园内，试想将家己的快乐建立伫老母自我牺牲的顶面，做囝儿的会满心欢喜吗？子女敢会感觉心疼？搁老母也是人，就亲像人安尼来生活。我想，安尼才是母子间的真正幸福。报纸刊出来了后，读者有真侪的反应，正面、正反两面的意见，拢继续刊伫报纸。当然，美国的老母也有看到。现在囡仔去真实用这款心情来接受老母的心意，你的看法呢？母亲，我完全赞成投书者意见。我认为有比自我牺牲迄种消极的幸福，更较可贵的积极的幸福。以上是伊的孝女的愿望。刷落来，第7页，澎湃甲青草。林洪权所写的，有兴趣 Google 顶悬嘛找到林洪权这位先生的一寡资料啦。阮细汉时真遐哩食好顿，除了1年3节拜拜，甲家己生日以外，就搁仔是捡大人的衫机去食倒的时阵，会记得看到规桌的好料的时，有人会讲赞的赞的，有的人会讲今仔日的菜真澎湃。澎湃，迄时敢若会晓讲，袂晓写，嘛袂晓解说。中学时，阁甲人问
有人甲我讲，就是澎湃，菜真好，真济，敢若海涌真大，真澎湃。来到台北，发现台北人菜无澎湃，因的好饭叫做青草。迄时犹原想无，是讲汉字写做青草，安怎想也想袂通。是安怎青就是好食？有人讲青是真水的色，用来表示真水的人，也是真好的菜。譬如讲草、天、甲海，拢是青。北京语词内面，晴、金、晶、亮，拢是好、水的意思。前几日，阮厝爸母来我遮住，讲起即两个语词，才发现，无定有无共款的汉字的写法，讲出来，互大家参考看卖咧。澎湃汉字写做，可能是澎湃，澎甲湃拢有济甲好的意思，亲像丰收、沛然、大雨。风的音可能尾啊讲一个句走精，煞变做澎去。青草可能是写做青草，敢若捌看过文章安尼讲起。草青两字定定连用，草字其实无代表肉类，是代表五分、葱仔、蒜仔、盐水、韭菜等等。青字代表有青味的肉、鱼。草字可能无真正看到，不过你若食过统一肉做面，大概就知影。总讲一句，青草应该是表示有鱼有肉的好饭，甲北京话即马即个词的意义无共，拄啊好倒颠倒。啥物款才算澎湃，也是青草，真歹讲。阮囡仔好饭是若有披萨，就真澎湃。若我食披萨，就完全缀人，完全是缀陪人食饭啊。想来想去，一顿饭爱下3个条件，对我才算澎湃：心情、营养、甲好菜路。甲好亲情、朋友、厝内人做伙食，菜内面有鱼、有肉、有青菜、有汤，上好有一盘沙西米，甲几罐薄薄仔啉袂醉、袂吐的酒，也是米露。大家念伊开，念伊臭弹，你的看法是毋是共款？若是后回来洛杉矶，咱就来做伙食一个。当然是我请你出钱啦，买卖算分。小请无论啦。以上是伊所咧讲的澎湃甲青草的争差。好，台语信箱是第北美台湾客家公共事务会。亲爱资深义兄，定定伫报纸看到你的大名，即摆有机会收到你的批，实在真欢喜。你的诗甲大作，我已经拢整理好，有几字我电脑拍袂出来，请谅解。寄上一寡有关客家台语的消息，这个消息准备伫以后的台文通讯发表。伫强势的国语文化的冲击之下，台湾各族群的母语拢面临着灭种的危机。下面有几点台湾人聚会定定会拄到的语言问题，伫遮利用这个机会向你请教。第一，台湾人聚会语言问题。介好是主办单位爱准备翻译，现在翻译用的耳机真方便，尽量鼓励客家原住民的台湾人公共人物用母语发言，翻译做福佬话，用福佬话发言的演讲，也应当翻译做其他的台湾话，勉强用国语会加速台湾弱势语言，包括福佬台语灭种的速度，同时无用母语演讲，也影响着感情传达的效果。台湾人的聚会一定要用母语演讲，提供必要的翻译，增加咱母语使用的机会。只有安尼，咱的母语才有继续传落去。第二，希望有人会当编一本简单的客话原住民语的请安用语的手册。台湾人的公共人物上少爱学会晓遮个请安话，表示对别人的母语文化的尊重。袂晓尊重别人的母语的人，也一定袂晓尊重别人的文化。
即种人无适合做台湾人的领导者。搁一遍，多谢你对台湾通信的支持，郑良讲上啊！即位这医师朋友，敢有想要起来甲阮开讲，或者是你会使看顶悬的连结。目前是读到台湾通信第八期，即马是第八页，应该是最后一页。读的，若有准讲有要开讲，嘛会使来开讲。册论内底有一寡会使查姓名姓的迄个读法，台语读法，或者是找台语即种会使查台语词，也是华语词的要安怎读。伊嘛阁有一寡是英语的部分。OK， 第八页只是朱振义来函，这看起来应该是敢若用刻意写的，我毋知读会出袂。亲爱的梁公兄，非常神往来信，我用客家台湾话回答。这客家话这就真正无法度啊。好啦，这甲读到台语嘛怪怪的，有兴趣的人才来家己读一下好啊。意思反正伊就是叫人爱用家己赞成的、家己较好用的语言啦，客家语也好，台语也好啦。最后是名人甲汇丰的来函，台湾通信的工作人员大家平安，逐期的台湾通信阮拢有收到，多谢恁提供这份推展台湾的刊物，阮真详细读。想到恁辛劳，我也毋敢评断。文化改造运动爱伫岛内继续以各种形式进行，盼望新的一年内底，台湾通信的读者愈来愈侪，使用台文的人，使用台文的人民愈来愈普遍。名人甲汇丰，这应该是伫台湾的，所以第八期读到遮煞，毋知即位这师的朋友，敢有要来甲咱分享的咧？邀请一个好啊，有兴趣会使起来做伙开讲，或者是提供一寡交流的意见啊内容啦。因为台语的部分，除了会使听、会使讲，应该爱会晓听、应该会晓讲以外，上好是应该是爱会晓读啦。当然，若准讲也无啥会晓讲，听也无啥会晓听的话，迄就是爱先训练、先学习啊。读的部分当然是较后壁的代志啦。所以即个部分尔，即马照我拄则咧掠的时间，大约是经过10外分钟，所以咧，拄则是大约就咧讲，因为头前20期是拢差不多8页左右啊啦。若超过20期以后，敢若才是有几落页。嘛有人讲伊即个排版，含最近所看到迄种排版拢无啥共款啊呢。所以即个部分会使到遮做一个结束。好啦，我过来读一下迄个号做啥？编写过的迄个新闻啊，编写过的新闻，一寡网参考。好，我几秒钟仔时间来找一下。几秒钟仔时间找一下。好，先来读即个好啊。咧讲台塑的 ESG 啊，台塑集团伫6月初9召开股东会，也毋过包括环境团体、人权团体，嘛伫会场外口召开记者会，要求台塑应该提出更较明确的经营路径和措施啊。同时，嘛要求因爱回应伫海外投资所造成的人权、环境的侵害，而且嘛呼吁台塑集团所有的股东爱同齐做伙监督台塑伫影视的表现，佮要求台塑应该爱做到企业的环境和人权的义务。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研究员陈正万讲，台塑集团已经公开答应要伫
从2050年达到碳中和。也毋过，因所定的减排目标犹原甲联合国的相差介大，而且大多数减碳的额度，所拢寄托伫2030年以后。可比讲，氢能即种新的能源，甲碳捕猎的即种还未招算的新的技术。另外，未来拄着碳费等等的问题，台塑集团的股东应该重视即个问题，因为减碳若无够，趁钱就少，所以减碳就是咧趁钱。恁遮的股东一定要积极监督台塑集团减排的承诺。台湾环境规划协会理事长赵家辉讲，针对全球166间总共排放量达到工业排放量8成的排放大户的气候绩效，进行监督的气候行动100外的倡议，其中嘛包括因台塑石化。伫相关的指标，虽讲有一部分已经符合要求，也毋过整体拢互人评定做无符合遏制温度增加摄氏1.5度的需求。毋安尼，伫其他和环境有关系的指标，嘛互人评定做无好。未来真有可能拄着国际 ESG 投资趋势去互踩伫壁角的风险。伫人权的问题，环境权保障基金会的研究员孙兴宣表示，台塑强调因经营的理念是善尽企业社会责任，达到永续经营的目标。也毋过，台塑集团伫美国、越南等等的所在，拢已经明确造成人权的侵害，甚至专爱侵害，伫这尼侪年以来，还阁继续咧发生。可比讲越南的问题，台塑犹原无互受害者得到因应该有的赔偿，阁较无针对因伫在地造成的负面影响来进行公开透明的影响评估，嘛无进行补救。台塑越南河静钢铁厂海洋污染事件的历史团成员之一，环境法律人协会的秘书长郭凤仪讲，台塑对越南河静钢铁厂的污染事件，敢若透过媒体公开对外道歉，佮私底下和越南政府达成和解协议，赔偿越南政府总共5亿美金，安尼就认为因已经完成因损害的赔偿责任啊！出来争取权利的越南居民，却受到防逮捕，也是拘禁这种行动自由受限制的错误啊！阮伫遮呼吁台塑，无应该一直密伫台湾政府、越南政府的后壁，应该出来面对这些受害者。民团因强度诉求，还佫包括要求台塑集团要提出符合温度升悬1.5度热色的情景中，因的短、中、长期的减碳目标，要对着国际同业的脚步，要求台塑集团要明确支持对放任的气候变迁有积极作用的气候法的修正，包含着符合国际标准的碳定价政策等等，莫阁扣净零转型的后脚啦。另外，嘛要求台塑需要做到伊的人权义务，针对河静钢铁厂的设立污染事件，甲后壁要应运着进行环境甲人权尽责的调查，透过较长的环境甲人权的影响评估，而且要和当地的利害关系人进行有意义的对话，确保台资无咧继续侵害越南人民的人权啊，包括水权、食物权、健康权，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去年一致通过的环境权。以上是这条新闻，这条新闻应该是前2天啊才一个新闻报出来的款，所以当然无讲介大条，所以凡是毋是真有济人，也是讲有遐尼济人去注意到，所以当然是用华文写的啦。我来甲大家切论，有兴趣的人罔看罔参考啦。OK，当然要读进前是爱搁加
改写过台文才会较顺啦。所以差不多啊，即个台文通讯第8期后壁读啊完啊，拄来个 bonus 一条最近的新闻，改写做台文，大家罔参考啦。毋知即位萨库拉敢有兴趣要起来罔开讲？啊若无，看卖有要起来无？大约搁2、3分钟，因为读完啊，有兴趣是顶我去订听看卖啊。迄是无要紧啦，反正讲话罔参考罔参考啦，看你有要学习啊无尔。因为每一人有无共的想法看法啦。OK，Hello，萨库拉桑你好。哈哈，你好。袂歹啊，至少讲会出来你好，佮总啊遮尔准呢，真好啊。因为阮厝内有宜兰腔甲宜兰 Q 真好。宜兰 Q 甲三甲，佮有特别的三甲 Q。三角音。嘿，所以我就是啥物拢学无好。哦，迄无要紧啦，因为一定拢南参 Q 的啊，阮嘛毋是真正的台北 Q。因为透南到遮尔久啊，你讲要有纯粹，还是纯正啥物 Q？佮讲宜兰，除非你一世人拢跍咧宜兰拢无出来，较有可能讲留会着。啊，毋过你跍伫遐，人若去遐甲你交流，你嘛是去用透南去啊。啊，鹿港嘛是啊，鹿港你若跍伫遐，你讲一世人跍伫遐拢无走出来，有可能留会着。啊，毋过共款的人外地人去到遐，啊，我著甲你对答，啊，你听有，啊，你嘛是互相的影响啊，迄是拢无要紧啦。系啊。所以敢会使请教你现主是住伫对 ？OK， 你讲你的而且。而且我自细汉要学读书的时阵，我着到较早的台北县啊，讲台湾话，所以拢无讲台语。好，照你讲，当然啦，因为敢若毋系伫头前台文通讯第7期啊、第6期遐，伊嘛有讲到。可比讲30年前迄个时阵环境的问题，啊，因为语言的交流，就是讲你经济社会伊要快速，会使达到你听有听无的目的嘛。所以当然迄个时阵30年前，因为即个台文通讯是1991年伫美国先发行，然后搁转来台湾发行，啊，台美两地拢有咧发行，啊，当然买啊，就是一直。不管是人手无够、骹手无够，还是经费无够，就是一寡搬刷位嘛吼。你讲台北关塘关，因为较早迄个时阵可能工商业社会渐头家会请一寡较迄个啥，较有交通、较有交流的嘛。啊，当然，即马即个时代，前两天有人咧讲嘛，这是一个上歹的时代嘛，因为自2020年开始。差不多会使讲是已经无迄落囡仔人伊的母语是台语的啊，就是人讲的啥零母语，还是讲母语零台语的囡仔已经产生啊，吼，所以这是一个上歹的时代。也毋过咧，嘛是一个上好的时代。安怎讲？即几年啊，有觉醒的人愈来愈侪啊，啊，所以因就开始会写一寡较符合现主时的一寡台文的资料，不管是教育的还是安怎。所以，甲我毋知你的年岁啦吼，我嘛歹势甲你问吼，就讲以阮的岁数来讲，阮细汉时阵透可能有即种资料，无可能的嘛。就算讲即个台文通讯是1991年发行到呾，讲一个较悲哀，阮嘛是即几年啊，无超过5年才知哈。啊，30年前人就有淡仔咧写哦。随便讲，即个讲法嘛是我学台语了。才讲的随便讲，一般拢嘛对华语讲过来，虽然吼although英语安尼，随便讲人30年前开始咧写，会写一寡现主是看起来敢若较奇奇怪怪的文字，也毋过至少迄是迄个当时因
因每一个写作的人所留落来一寡卡字嘛。啊，所以当然现主时莫讲有法度去读啦，敢若讲吼，讲一个较无输赢方式。毋知有200万人台语是伊日常生活语言无，我毋知影，反正无咧。200万你讲济也少，一成，敢有一成的人是将台语当作是伊日常生活语言，我毋知影，因为台湾敢若无人咧做即种统计，所以萨库拉桑，目前台语在你的生活当中，敢有占一定的趴数？阮翁甲因小弟，就是阮翁因厝内的人讲话拢讲台语。毋过因厝内的人吼，就是甲我讲话的时阵，就会自动转国语，嘿对。所以伊嘛是有迄个额头症安尼。这敢若是伫即期的看法，应该是即期的第一篇，伊就讲到即个状况啊，就是讲伫30年前就已经是安尼生啊。因为可能想要互囡仔快速学会晓华语，所以就配合囡仔讲华语，也毋过翻头甲爸母就是讲因的母语。30年前，佫有一条做号做啥？核心家庭晓。较早你读册读到核心家庭啥物？或者3代同堂晓，3代同堂，就是讲迄个华语讲诶。上有高堂，下有妻小安尼，所以迄个时阵30年前，即个状况就已经发生啊。啊，即马是就是佫较迄种诶啊。所以当然，至少我认为啦，你学会晓一种语言，迄个语言应该是爱听、讲、读、写，拢会晓，才是标准诶语言。当然你讲写，你讲读。粗浅的上无爱有嘛，毋是讲青面牛，就是体内人读互你听，你听有，毋过你叫你家己看无安尼，即种的语言能力就是属于气格的嘛。气格的，就是当然看个人的态度啦。若准讲有想要学，我就讲嘛，拄则咧讲诶，这是一个上歹的时代嘛，是一个上好的时代嘛。若无要学 ，OK， 即条代志甲你无关系。若有想要学，坦白讲，目睭天甲开咧。也是讲有法度去过啊咯，甚至前2工迄个字典，当点刷迄去找咧，应该就是拢找着资料啊。当然，若有人甲你牵教吼，透过一种有系统性诶，互你学习，甲你报讲你头爱安怎，然后刷落来会使安怎，你到啥物程度，你就听到会使开始自我学习吧。若无上无，就是基本上日常生活就是。讲台语听台语安尼，我就讲，我个人真感谢即种 Clubhouse 即种线顶的媒体，线顶的种物件，会使互人，不管你伫倒位，甚至我就讲有带着法国，伊讲伊30年无转来台湾啊，根本无机会讲台语啊。伊的台语的腔口就是较应该算泉州腔晓，是安怎我袂记啊。伊讲伊是双连遐的人，台北市双连遐的，双连皮遐，所以。伊就感觉伫即顶悬看到有人咧讲台语，就感觉真好啊。所以以你来讲，我个人的想法就讲，就算讲厝内底的人，不管是袂愿甲你讲，无想要甲你讲，还是无爱甲你讲，毋知影。毋过透过即种线顶的软体、线顶的空间，会使有即种机会，就算讲听久，你可能嘛使讲1-2句啊吧。嘿啊，我即摆咧做即个动作，就是讲，伊至少有一个文本。通好读，通好看，因为当然种文本，教育部伊逐年拢有咧定稿，定稿是要互学生囡仔，也是老师会使做朗读比赛的内容，逐年拢定稿，然后定稿刷了后，有出版社会去征求作者的同意，将伊所写的文章，甲伊读做声音档，互遐个咧参加比赛的人，会使有一个参考的声音。当然，迄个声音，因为逐个人腔口无共款，就敢若阮之前有朋友讲，人阮宜兰遮就毋是即个腔口啊，老师煞放即个腔口互阮听，我告诉毋知要安怎，毋是无可能啊。所以就是你若知影你的腔口是啥物货，你若想要甲留落来，上好。
啊，你若无想要留，我个人嘛是尊重你的选择安尼，所以会使加油啦，猛学习安尼。较大家较的朋友，特丽莎、玛丽莎恁好啊，敢有想要起来甲阮开讲，也是猛分享的，邀请看卖啊，若有方便会使起来就起来，啊若袂使起来嘛无要紧啦，因为顶悬的连结是台文通讯所有大概嘛毋是所有啦，一直到142期，因为目前最新的一期台文通讯伊是338期，啊实际上这338期伊是台文通讯甲台文网报合作好的，因为过去这30几年来，甚至搁较久的时间，这台文不管是要徛在政治的立场，还是徛在文化立场，还是徛在语言的立场，总是有当时啊有人想要做，抑毋过有心无力，还是讲有人无经费，还是安怎的，所以目前为止线顶142期的台文通讯，我读到20几期的时阵，发现着讲，头前这第一期为啥有第一期的出现，是因为因伫美国遐有一个台文习作会，迄个时阵电脑时代开始咧夯起来，开始咧兴，抑毋过佫是个人的电脑，因就去发展一种台文的输入法。较早咱伫学校的时阵，我毋知你有用着过未？一定拢是用注音输入法。也是讲有人去用迄个做倚天输入法，所以因迄个时阵就去创一个软体，做 TW302即个软体，会使拍台文。所以因就怎上遐课台文习作会上课上的了，就有人讲安尼咱是毋是来写文章，大家互相交流？写咧，一两个月了，写也无得答，无得看，是安怎？因地美国遐人则想无咱来甲印做纸本的嘛，对无？通好来互相交流，才转有即个台文通讯即个刊物。因本来预计是敢若讲要印出一年一个你出一届，8页啊，预计是讲出一年就可能也差不多啊。尾啊，伊有出到2年，出到2年了，伊嘛，主要有找较侪人来斗相共，因为这讲实在，因叫人是免收钱，抑毋过因咧做这代志拢爱钱，就算讲有期间，抑毋过你有一寡爱叫人爱邮票，甚至一寡开销啥咯有诶无拢爱，所以一直到敢若20几期诶时阵。敢若是24期，因就转个另外一个基金会接手继续办落去。所以线顶这142期，我个人看到25期的部分，伊迄个啥，迄个作者啥有诶无诶拢，办诶主办者可能拢有一寡真差啦。所以我嘛真正足甘心讲，这前辈帮咱留这资料，互咱有物件通好读安尼，所以。最近是因为这两礼拜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困咧厝的时间较久的时阵，无咱来读一下这资料好啦。伊旧年应该是旧年嘛，旧年迄个我是伫迄个啥，或者找到这种 Clubhouse 这种线顶交流的软体，才知影讲哇，其实在海外嘛，佫有足侪人伫要伊这种迄个啥。台语台文的物件，虽然因在海外，毋过因佫会记得因也是台湾人，然后伊嘛想要继续找人用台语来交流一寡代志，然后我嘛是伫 Clubhouse 自旧年10月开始，有一个逐礼拜日来拍一个广告吼，虽然我迄毋是我的房间，毋过嘛是共阮伫即个台湾 No.1 内底台语新闻网讲，逐礼拜。台湾时间是逐礼拜日下早10点晚到的时间啦，所以透过这种方式，才算有遮尔好的物件，遮尔好的所在，通好互大家来做一寡交流安尼，所以大概是安尼先啦。若有其他的想法，萨库拉，你最近所咧讲的台语的对象，还是讲敢知有遮个台文出版的资料，还是？文本通好看，通好读诶无？我拢就是因为我做工课有需要时阵，我才去迄个
网络上查，啊，有一个网站伊拢会直接就是播放。哦，是。比如讲，阮结婚的时阵爱讲迄四句联啊，对。有时阵我煞常常想袂起迄要安怎讲，所以做进前我拢会查。啊，即马网络拢有足侪相关的网站。是，阮有一个朋友是咧做算啥，即马讲我做啥，心流必输药还是啥物货，就是差不多是即种诶。啊，伊就讲伊嘛才听有遮尔侪即种你讲诶四句咧安尼，啊，当然是讲好听话，互逐个互相三分福气安尼啊，嘿啊，所以即个物件就是足久留落来啊，因为咩讲？坦白讲，我高中进前诶台语诶能力嘛是以即马教育部因有分迄个啥考试，8月份要考试，迄阵敢是4、5月报名嘛，啊8月初要考试迄个部分，伊就教育部分 A 卷、B 卷、C 卷啊。A 卷就是迄个啥，差不多较日常对话嘛，啊伊迄个ABC 嘛是讲照因啥物欧洲语言迄种能力去分级嘛，A 卷应该有啥物能力，啊 B 卷啥物能力 ，C 卷有啥物能力安尼。前2礼拜款，前礼拜成功大学伊嘛有办迄个算讲啥鉴定的考试嘛，就敢若类似迄个多益考英语迄种诶。所以一个语言就是讲，除了咱透过日常生活安尼对话学着以外，伊我都系统性诶时阵，伊就有一寡教材会走出来。啊，互外国人，也是讲互完全袂晓诶人，有一个较系统性诶资料通学习安尼。所以凡是你嘛会使对即个方面去，你讲迄可能是明典啊，啥物系吧，我袂记，敢是啊无就是爱台语，爱台语是，因为迄个啥，我就讲爱台语敢若是林嘉怡博士去创诶，啊明典敢若是唐凤伊迄阵伫迄个临时政府 G0V 迄个部分去创出来，啊当然因诶资料嘛毋是完全无中生有，迄嘛是过去可要讲诶啊。我搭伫确论内底一个找台语迄个，伊一个是1913年甘字典啊，迄个就是甘伟林牧师当时伫厦门遐根据，应该是讲用厦门音做主要诶收集诶内容，啊然后摕过来台湾食。所以有一个笑话是啥？台湾人走去厦门出差诶时阵啊，因为可能坐飞机啊坐种不惯，去到遐听到话讲，我哪会甲台语遮尔成着，咱惊一条错一个，你知哦？啊，所以等到去饭店去大诶所在，啊敲电话转来诶时阵，干那不讲，阿母啊，因遮诶人拢会晓讲台语啦，吼，要惊一个，到尾啊，暗顿诶时阵，甲因朋友咧食饭，啊食诶，伊就甲因朋友讲，恁厦门人拢会晓讲台语啦，因厦门诶朋友讲，当你嘛好啊，迄是恁台湾人，毋则会晓讲厦门话，啊为安怎会安尼？是因为厦门就是泉州腔甲漳州腔诶南掺嘛，因为你甲去看地图诶话，就会知影讲厦门差不多伫泉州甲漳州诶中啊，算讲一个迄个啥，距离相当诶所在，啊拢去到遐，可能要出海啥，拢会泉州会去到厦门，漳州嘛去到厦门，所以厦门变成泉州腔甲漳州腔诶南掺，啊台湾嘛是啊。较早登山过台湾诶时阵嘛是漳州、泉州来诶人较侪嘛，啊来到台湾了南掺，啊即种南掺诶程度我袂讲啦吼。厦门可能是4成泉州、6成漳州，啊台湾可能是6成泉州、4成漳州，所以迄个南掺诶程度无啥共款，啊无啥共款，啊总是弄做啥漳泉南，还是泉漳南，就是南掺嘛，啊所以毋则会迄个台湾人去到厦门讲，啊哪会拢？讲出来听个雄雄拢敢若台语安尼，所以有法度沟通就是即个状况啊。台湾闽南语商用词典无毋对，因为即个部分安尼
你去查迄个字数，伊就有一个喇叭啊，饲落去。你若可伊敢若是用 Java 还是啥物的 script， 有一个声音会使走出来。迄个声音是啥物声音？你知啊？啥物人的声音？迄个声音是王秀荣老师的声音。王秀荣老师伫旧年准年的款，伊伫伊50岁时出一本册，做我咧唱歌。伊就是对伊0岁当出时开始写到伊50岁为止的一个算讲咩讲台文的迄个台文的册。啊，然后伊敢若嘛伫伊几岁时阵，教育部因为伊教育部除了当年的定稿，啊因个拢会各县市拢会去办迄个啥物字音字形的比赛，啊所以去演讲去朗读，所以王秀荣老师可能伫教育部遐有一寡名声，所以教育部就请伊讲啊，是毋是你来录迄个做推荐用字？一开始2008年啊，当时敢是700字，啊听讲最近这几年已经变900字的建议用字，所以你去试落去，去试迄个台湾闽南语常用字词典迄个部分的声音是王秀荣老师的声音，啊当然迄个声音是用科技、用科学的方式去抓，讲抓一个音、抓一个字来斗。有一个观念就是讲，台语是全变调的语言。就是讲一句话内底，上尾字袂变调，上尾字进前的逐字原则上逐字拢会变调。啊，过来就是李钦华教授有提出一个变调边界的观念。迄个变调边界的观念，其中一个就是讲，一句话原则上一句话就是上尾字袂变调，因为台语是全变调的语言。过来就是重点袂变调，所以一句话内底7字、8字、15字，你无可能一开自头念到尾拢无长开，拢无换开的。迄可能若开无够长，另外一半都往生去安尼。所以伊咧长句的迄个所在，就是变调边界。李钦华教授所提出的变调边界，迄个变调边界，伊就袂变调。所以可比讲诶，迄个教育部伊诶迄个定稿了后。啊，然后旧年毋是旧年，我手头有一个109年迄个朗读稿，啊，然后有一个敢若陆家平教授，伊就照伊的腔口去将遐文章啊去注解讲啊，即字到底是本调还是轻读，还是有变调啊无诶？可比讲诶，才有一篇叫做咸酸甜诶事务组，啊，迄个咸酸甜就是一个词，所以。甜伊就袂变调，虽然讲即个题目，即篇文章的题目做咸酸甜的事务组，啊，因为咸酸甜A，迄就是一个变调边界，所以甜就无变调安尼。所以原则上台语是全变调，啊，重点袂变调，啊，个就是李钦华教授所讲的变调边界，迄个字袂变调安尼。所以即个部分坦白讲，那。至少我安尼讲啦，以阮台语人来讲，我自动会变调，我知影安怎变调。啊，毋过你问我啥物理由、啥物原因，还是啥物理论歹势，我无一定讲会出来。所以这个物件其实语言这个物件，就是讲，坦白讲，无讲就是啥物语言一定较高级，一定较优秀，一定较安怎？这是有当时去讲即种话是较无，我个人是无认为无迄个必要啦，因为一个语言要存在，一定是经过足久长的时间才有通好留落来嘛。啊，当然，即个时阵有迄个啥，有种机会，也是讲有即个时机，通好甲伊继续讲落去，安尼就是一个真好诶迄个啥，基础也是开始安尼。所以即个部分，我安尼自头到尾，虽然头前读10几分钟啊，尾啊安尼嘛讲真久呢。所以萨库拉。敢有啥物要来甲阮交流的咧？无啦，我头一个来听你讲话尔。来讲迄个，我进前唱歌的时阵，我发现的迄个语言含咧跳恰恰的时阵啊，我唱10几年拢叫是什么？甘着主你跳恰恰啊！我头一摆听迄个
完全是考着珠类。哦，安尼我知影你是想啊，安尼真好。就是我。好 ，OK，安尼我着用讲，我着莫用拍字诶吼，因为迄个啥，伊读考嘛吼，尾后我想一暝，就是讲，恰恰诶舞步，就是我会记恰恰是进两步退一步，所以迄个歌词应该是珠类咧跳恰恰，就是讲珠类咁要顶落来，结果搁揪转去，所以是珠类跳恰恰，所以伊是咧哭，迄个咧哭，我今仔日转来咧录，搁想着，华语哭着，伊当咧哭啊，哭着，要毋过伊哭着，所以哭着煞转变哭着，要毋过即个哭着安尼，因为哭是第三条，伊变调变第二条，因为搁配合 melody 甲迄个词曲嘅部分，反射转搁变过第一条去，煞变哭着珠里跳恰恰变安尼。所以原来哭是第三条，变调变第二条，然后搁配合 melody 转变第一条，这是我要的啦吼。搁来听讲徐佳莹伊唱的版本嘛是唱哭，吼，然后有一个南台湾小姑娘，伊唱是唱寒，讲寒，因为歌词是写寒啦，吼，读做华语是含着珠泪跳恰恰，毋过咱若台语的时阵。会讲甘着珠泪，毋过甘即个字有文白音通好读，所以有可能要唱即首歌的人，伊有可能用伊家己的想法去唱甘，还是寒，还是含，拢是汉字含的一种声音。所以南台湾小姑娘是该唱，我怀疑是该唱做华语，你知道？伊是唱含着珠泪跳恰恰变含，然后佫有一个版本是伊该因为若哭着珠泪是 KHAU 吼，毋过紧诶有一个版本是该读做 KAU， 交着珠泪，我变交着咧，即个版本安尼嘛真奇怪。当然，若要讲诶话，就是讲有当时KHAU 咧讲诶时阵，毋知安怎，伊就是 K 无去，都变吼，吼是哪？咧吼，共款诶，吼甲哭可能是共阮第三条，吼是第二条，你变调变第一条，所以我有听到一个版本，伊是该唱做吼，因为是吼着珠泪变成吼，所以。即个物件，我一直想要去找，上原来迄个歌词，伊到底是安怎写？是写汉然后要改迄个啥罗马字写出来时阵，伊到底是写倒一个？这当然有一寡迄个啥，会使去辩论的所在啦。所以今仔日我就拄仔想，即个部分开玩笑讲吼，反正啊，真正要认真要去讲的话。可能使写一篇论文也无得读，毋知影。所以讲到即个部分，原本咱看到拢是含着珠泪，含就想讲台语是爱念做甘，还是含拢 OK。结果原来一开始的版本，迄个贾经验煞唱做哭，然后哭出来了，南台湾小姑娘煞唱做含，然后我去看其他的版本，全个高。嘛有改唱做好诶，所以安尼变成讲有可能有4种版本。当然因为唱歌讲实在，就唱欢喜唱好听。你讲迄个假字，还是讲迄个用词，除非是要去比赛啦。比赛你若要去比赛，就真正爱去找出原来原始诶版本到底是安怎，然后才迄个原始诶版本，然后上台顶唱诶时。才袂去互评审老师拍枪讲，你黑白共唱，当时车即你共唱对遐去，对吧？所以 OK 啦，唱歌是真好诶代志。阁有啥物要提出来讨论无？所以 OK 好啦，迄个
歹势甲你问讲现主是着无要紧，反正你着讲有南参着宜兰腔甲三峡的三角印的腔拢无要紧，反正就是尽量去讲。啊，过来好，讲最后一个议题，因为因最近刚好咧讨论讲，是毋是有需要迄个母语教育的环境，因为有一寡囡仔已经今年要开始读1年啊，着希望讲是毋是爱有一寡用母语咧传播遮个知识的学校的需要。听讲台北市、新北市已经有调查出来，200-300个囡仔有即个需要，因为今年开始要读1年啊。啊，阮有朋友是咧新竹遐，因嘛拢有咧调查，所以讲我就讲嘛，这是一个上歹的时代，嘛是上好的时代，所以有兴趣的话，会使继续针对即个议题做一寡关心，也是做一寡迄个啥追问，也是探讨安尼。好，感谢。所以若准讲无其他的问题，安尼咱即间房间就来甲关起来咯。好，感谢萨库拉，感谢下骹特丽莎做伙来收听。安尼时间要到10点啊，9:52分。安尼咱即间房间就来甲关起来咯。感谢各位有闲才过来，当时要搁开我毋知影吼，真歹势。好，感谢各位，谢谢，拜拜。